主幸牧师兄弟姊妹，大家平安。这个是咱时间已经到，请咱备备心，咱要开始咱今早起头一场的礼拜。大声，咱请奏乐。我要时时学落耶和华，学落伊的话，要常常伫我的喙。咱三甲来吟圣诗，圣诗第二首，圣诗第二首，圣哉圣哉圣哉，全能大主宰。咱着唱歌齐声学落上主尊名，圣哉圣哉圣哉，掌理天地甲海，学落上帝至尊至权主宰。咱起立来吟全首。咱有缘起来用四图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国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高我，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咱斗阵来交托启用文，圣诗后面启用文，启用文第42篇。
课文42篇，以赛亚11章，我来刻，咱来印。野生的老树头画布影，对伊的根为发基，上主的神要甲伊同在，就是智慧聪明的神，计划甲勇气的神，知识甲敬畏上主的神。最声敬畏上主是伊的欢喜，伊要照目睭所看来审判。 伊袂靠耳孔所听来判断，伊要用公义维护善食人，伊要用公平保障互人看无起的人，伊要用裁决做棍讲迫害者，伊要发出命令处死邪恶的人，伊要用公义治理，伊要用信息通知，豺狼甲绵羊会做伙大，把甲山羊仔囝嘛会做困，牛仔囝甲狮会斗阵食。 细汉囡仔会做牧者看顾因，牛母甲熊会做伙食草，因的囝会做阵休困。做声屎会亲像牛食草，食年的囡仔会伫蛇的空口佚佗，当年的囡仔会伸手入去毒蛇的血，伫我圣山的逐所在，因一定袂受伤，袂受害。 因为对上主的人物会普及全地，亲像水充满大海。咱三个来祈祷，感谢万军的耶和华，阮的爸上帝，阮要伫你的面前来敬拜你，你的正义路来到伫你的殿堂当中，感谢你。主啊，敬拜的话无离开阮的喙，感谢的话也无出离阮的，也无常常离开阮的心。 也互阮会当常常掠恶路敬拜来做者来献互你，因为你是万军的耶和华，你是弥赛亚，你是救赎主，你是全能的上帝，你搁较是全地主。主啊，你的名堪得阮一切的荣耀，堪得阮将一切的荣耀甲尊贵来归伫你。主啊，阮会当常常感谢，阮会当常常恶路，乃是主你有赏赐阮的快乐，阮的活命。 阮的经历伫即个地面上，也互阮会当常常因为你的创造来掠耶和华上帝来学乐上帝，因为你甲即个世界创造了遮尔啊优美，也互人本活去伫地面上，也互阮会当享受伫上帝你万项物为着阮世间人所备办的。主啊，当伫即个感恩的节期，阮着爱常常心存感谢。 虽然伫今年的当中，阮面对疫情，阮有几6个月，阮袂当来到伫上帝你的殿堂当中，伫即个殿，阮向你敬拜。但阮的心犹原较无，因为阮知上帝你掌管治理伫即个世界。虽然即个病毒看毋知当时会煞，但是阮知，若是出伫上帝你的旨意，阮做主你的百姓，阮就小心提防，阮就遵传命令，阮就听主你的应允，要安怎施乐伫即个大地当中。主啊，阮感谢，当今仔日你的正向、你的正义路会当来到伫你的面前，阮逐人会当靠着耶稣基督的名来讲，主，阮要感谢你，主，阮要学乐你，因为阮知，阮每一个人有讲袂出来的即个文字，即个文字才能，乃是上帝你伫即个。 世间的当中，对你的儿女正守事，主啊，也互阮无误用文字，阮会当将文字来保护阮的厝边阮的亲人以及阮四边的朋友，也互因会当认捌耶稣基督是主，耶稣基督是拯救阮的，耶稣基督是讨帮阮的。有啊，你毋若是弥赛亚，你搁较是救世主，你要将你全能全知的能力来赏赐。 伫你的正义路的身上，你甲阮讲，阮求就得着，找着拄着，拍门你就甲阮开。主啊，互阮逐人来到伫你面前，无论是伫殿中的祈祷，或者是家中的祈祷，或者是阮密房的祈祷，阮拢要主你来祈求，阮毋要恳求爸上帝，你赏赐迄个大的信心伫阮逐人的身上。 也互阮信就得着救，互阮信就得着你丰盛的应允，要大大施乐帮赞伫阮的当中。
主，阮多谢你，若今早起，阮会当伫无畏寒冷的天气，阮逐人对东南西北行来到、徛来到，或者是坐车来到圣殿的所在。主啊，阮就是伫这个殿，愿袂你来敬拜。主，求你来感纳你的正义女所摆咧伫你面前敬拜敬畏较无的心。阮将这场的聚会完完全全求圣神运行伫阮的当中，做阮的帮助，做阮的开力，互阮心中无有任何的烦恼，互阮的身躯无有任何的病痛，互阮只有单单较无主你的话进入伫阮的内面，真侪阮活命美娘。主，多谢你，阮安尼祈祷恳求，拢是奉靠耶稣基督名求，阿门。这个是我用真紧的时间来报告咱教会的消息。本主日上午礼拜咱要来举行洗礼式，咱的小会有接纳有成人洗礼24位，健身礼有7位，这个名单伫咱周报的第8页请咱家己来看。第二项小会的公告，本会临时选举合会中已经选出22届的长老10名。这个名单如下，我称呼请省略。这是照年龄的这个牌，我照这个年龄的这个牌来读称呼省略。连任的有区招志、余海平、刘明清、陈美玲、余慕元、彭立中、郑维仁。新任的有施宝林、马国华、黄家斌。相时咱伫12月初5临时合会当中，也顺利选出22届的执事25名，名单如下。连任的有高丽美、卢朱勉、连素慧、周美慧、赖文生、张国峰、吴凤辉、温凤娇、张瑞杰、王建志、陈学良、黄家华、黄忠胜。新任的有郭金秀、张光成、李婉玲、曾信辉、李明全、齐素云、张正远、郭宏凯、黄鼎炎、陈美仪、黄玉婷、陈吉生。第三，咱有通过任命本会新任，也是对2022年到2023年单位的首长如下：教会圣歌队的队长是张国峰执事，双联圣歌队的队长是康信福长老，妇女圣歌队的队长是李淑慧姊妹，教会敬拜团的团长是陈美玲长老。第四项，本会定伫2022年，也就是正月初2上午第2场礼拜中。咱要举行长老的奉礼甲洗礼，执事以及各首长的这个就任礼拜敬请咱会当为着这项事来代祷。详时咱看咱的周报，无论咱是纸的周报，或者是电子的周报，咱伫第5项，咱的教会有通过为主做兵的这个办法这个办法伫咱周报的这个第9页有时间咱来看。第3项。本会有发送咱明年度的这个月历，若还未体的兄弟的家庭，咱请礼拜煞伫办公室来签名领取。第4项，本会今年圣诞节这个活动如下：第一项，12月26日上午，也就是后礼拜的礼拜日，咱伫第1场的礼拜到第2场的礼拜，咱要举行圣诞的赞美礼拜。这是由教会圣歌队带咱来做圣诞的赞美礼拜。第3场欢喜的礼拜，也就是伫敬拜中心迄场的这个礼拜，咱有照常来举行。第2项，后礼拜的礼拜日下晡3点到4点，伫咱教会主堂这个所在，咱有要举办圣诞牵手听无限，就是这个活动呢，就是咱要关怀这个弱势活动。这个活动，咱是甲咱市政府以及 TVBS 以及新望爱基金会合作。这个目的就是鼓励兄弟，咱每一个人拢会当来捐献人献，1户是500块。咱若奉献500块，或者是奉献1000块，或者是奉献2000块，就是以500块做一个单位数。这个新望爱基金会会相对补助500块这个伫疫情的期间，请咱来做伙，上帝甲咱的教会设立伫咱这个油厂地区，所以咱的教会叫做油厂基督长老教会。咱就做伙来关心，伫咱油厂地区呢，咱全部有17个里，
17个里内面呢，咱第3级甲第4级的这个咱嘛甲讲平民户啦吼，就是讲因遮较弱势的户数，全部是197户。那这个197户呢，咱就做咱这个社区这个弱势的这个关怀，咱用每户1000块这个全年的这个礼券吼，来做圣诞礼物。也就是伫咱油厂地区17个里共197户因每一户呢，拢会当对咱教会即个手中来领到1000块全年的即个礼券，也互因伫诚做因的即个圣诞礼物吼上时教会嘛有提供一份的即个圣诞礼物要送互伊这是咱教会对社会对社区咱所要做的即个事工，所以一只呼吁。咱所有的兄弟姊妹咱会当做伙来响应甲带导。这个消息伫顶礼拜咱就有报告，所以咱伫酒杯内面也已经有侪兄弟姊妹已经有响应这个活动因为后礼拜尔，所以你若后礼拜过来吼时间就较短吼，所以咱若会当把握咱来做斗阵来做这项有意义的这个事真侪兄弟姊妹私底下问讲。今年咱无举教会，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咱无举办圣诞晚会吼所以呢无摸彩吼所以呢无举办圣诞晚会，因为有真侪兄弟姊妹咧问，咱哪无看到晚会的消息，所以咱今年咱就办这个活动，咱就无圣诞晚会这个活动吼。第5项，伫后礼拜。12月25，也就是搁再来这个拜六甲后礼拜，咱要举行第5次的这个圣餐礼拜，所以请咱全体的这个备传会员，咱会当准备心，咱来共守圣餐，来同步主恩。本会2021年各项的这个奉献，咱到后礼拜来截止吼。咱若是有需要索取2021年的这个奉献的捐献证明。咱就配合咱所有的这个收支的奉献，咱伫12月26，咱的教会会计作业咱就关销吼。所以若是伫12月26，其他的奉献，咱就做伫明年度，就是做伫明年度。这个消息报告就是要甲咱兄弟姊妹讲清楚，咱所有的这个奉献，这个收支，咱伫后礼拜的礼拜三咱就礼拜日结束了后咱就截止伫。具体的消息合作社同款，咱社员若是有贷款需要还款，或者是股金要存款要还的咱悠延到12月27来完成因为这年度需要结算。第二，咱有需要不动产抵押贷款的，请咱来请合作社来办理。伫上座会的消息。本会李诞生李姊妹蒙主文调安孝主怀乡年有92岁，伫昨已经伫殡仪馆伫拜五是咧，拜五已经伫殡仪馆来举行这个告别礼拜咱因为伊是相助会员，请咱所有的这个相助会员来交这个相助会费，也同时也会当为着遗族来带导我只有看到伊的查某囝第3查某囝丽江姐甲囝婿明星兄伫咱当中伫这段治伤过程的当中感谢教会的牧者团以及中级同工兄弟姊妹的这个关心，因为什么会伫拜五呢？因为昨公投所有的公家机关呢包含殡仪馆无咧处理丧事的代志所以才提早伫拜五伊的第3查某囝咱的丽江姐，也就是阮佑光幼儿园的园长伫咱当中请伊去说多谢，咱免拍扑甲咱咱免拍扑咱免拍扑甲咱答一个礼甲咱说多谢互咱知影先理这是伊的丽江姐的妈妈请坐所有的丧事料理也已经完毕咱会当为着遗族来带导相助会员会记这里爱交相助会费。第3项咱就省略第4项欢喜的消息，本会陈永成兄弟的第2后生陈伟豪兄弟甲陈乃玲姊妹要伫明年111年的正月初8上午10点，伫咱教会的主堂举行结婚典礼中昼12点伫油厂的东方宴就是伫
友商国小后边边仔迄个所在来举办喜宴，欢迎兄弟来观礼。咱若要参加喜宴的兄弟，请伫本主以前伫招台的所在来登记来互欢喜的人的家庭来准备，也愿主祝福这对的这个新人。第五项咱这是学生牧区的这个消息，12月25下晡6点，有举办圣诞暗会，这是因牧区的这个活动直接报告互咱知。教界消息咱请洪牧师来报告。各位兄弟大平安。咱高雄有一个跨教派的教导府的募款的餐会，定伫每年的正月初2暗时6点，要伫高雄林皇宫的餐厅来举办。因为是募款，所以每一张餐券是1000块。即摆目前咱教会报名已经有20几位兄弟来报名。毋茫咱三个共同参与伫即个募款的活动，互即个教导府即个跨教派的组织，搁较有经费，搁较有能力为着国度的事工来推展来做。所以请咱兄弟伫即个事工中间，咱三个共同参与，多谢。一张接你这样子，咱教会呢有即个5地道我甲咱报告，咱一定要把握机会，因为即马已经3地在要满所以最后剩2地，所以呢咱若交1000块，咱来享受林皇宫凤宫呢毋捌去过看一下真水，所以咱会当参加即个有意义的即个募款餐会要有20个名额，请伫礼拜三会当较紧去干事室咱的办公室来报名。这个是咱来看今仔日咱的经文，今仔日的经文记载是旧约圣经以赛亚书第11章，旧约圣经以赛亚书第11章，以赛亚书第11章，咱要对第6节来看到第9节。以赛亚书第11章第6节安尼写讲：豺狼甲绵羊3甲大，大甲山羊仔囝3甲倒地，牛甲细只狮甲肥的青生，最细汉的囡仔要牵伊，牛甲熊要3甲食，伊的囝要3甲倒地，狮要食草亲像牛，食奶的囡仔要佚佗伫恶蛇的空口，长年的囡仔要下手伫毒蛇的血。伫我的圣山的遍地，的确无损伤、无陷害，因为人捌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地上，亲像水淹满伫洋海。这是学了，咱要来请妇女圣歌队。Yeah.
耀、荣耀归伫至高上帝。这个是讲道要来请洪牧师，伊今仔要讲道的题目超越一切的弥赛亚，超越一切的弥赛亚。大牧师、牧师娘，各位咱的兄弟，大家平安。感谢主，咱今日已经来到大降节的第4主日。咱看讲台中间已经点到第4期6条，而后礼拜就进入咱圣诞节的点到第5期的6条。伫大降节上，阮时常去期待这个弥赛亚，咱的救主耶稣基督，伫咱的中间，成做咱的拯救，成做咱的五毛。不过，伫犹太人因到现主时，无相信耶稣是弥赛亚，因搁咧期待因心目中迄个上帝这弥赛亚临到伫因中间。为什么因到真搁咧期待？亲像头仔牧师所讲，因无相信耶稣是弥赛亚。今日，咱三个来通过先知以赛亚书来介绍，这弥赛亚究竟是什么款的主？为什么伫以赛亚书第11章中间经文记载着一段话，叫互咱感觉无法度理解，无法度去认知伊讲的意思？究竟有可能发生无？就咱知影，豺狼使霸禽，拢是一个真凶恶的动物。这个动物有共同的特色，就是伊拢食肉，因的迄个性是真凶恶。你看到无？伫几当前，有一个兄弟讲要学台语理啊，入去西啊下了，西袂甲食，后来发现吼，这个人是精神异常，伊看圣经，想讲伊要像台语理共款，而且这是一个真危险的动作。若是动物园的人及时发现处理，可能这个人真紧就互狮拆食落腹。最近有一个新闻，讲日本有一只熊遭遇日本人的社区伊被撞。日本的人看到这只熊咧撞，惊甲皮皮喘。有人通报日本的警察，警察通报这动物园的兽医，用迄麻醉枪把这只熊弹落，互伊麻醉，互伊困去。你会知影，这个熊、豺狼、霸、熊这样的动物，对人来讲是一个性命真大威胁的动物。不过圣经却伫遐讲，豺狼要甲绵晚杀较大，霸甲山羊要杀较倒咧，牛甲细只狮，甲肥的精生，甲细汉的囡仔要牵伊。哇！究竟先知以赛亚伊所讲的话，甲咱的理解上到底有共款无？到底有可能发生无？啊是圣经讲的，叫三天地外空中咧飞，啊是上帝伊喺中间要甲咱讲出上帝什么款的心意？今日咱要探讨这个弥赛亚，这个
拯救主进前，咱来明白，这弥赛亚伫先知口中伊的根源。先知以赛亚咧甲咱讲，对亚瑟的树头要发一个影，对伊的根所生的枝要结果子。当时犹大王亚哈斯对犹大家大必家有无信任，先知以赛亚提出，这树头就斩断了后，迄树头要发出一支新的影。咱也知影树头若斩断会当复影，代表即丛果是安那活，无对，是个活，代表即丛树头佫会重新来发影，佫会重新有新的生机。迄是一个愿望。你若看树头若斩断，连发影都袂，代表这个树头已经啊死啊。了解？伫圣经内底，这斩树头的人就是上帝。上帝借着斩这个树头来表达上帝对伫当时的犹太国家百姓对上帝不忠，要施行审判。正是伫上帝审判了后，上帝对这百姓犹原存着怜悯的心。只要百姓愿意悔改，愿意归向上帝，上帝犹原会照着甲因立约关系来恢复因甲天父上帝的关系。因嘛当对天父上帝遐，阁是领受迄个祝福。上帝用大笔的老爸亚瑟的基，就是大笔的雨的发出稳定。这树头要发影，要布一个新的影。这个影象征就是弥赛亚。上帝期待这个影会当长大，而且布影更加会当结果子。上帝要互这个弥赛亚要有上帝灵伫底，所以以赛亚书第10章第2节安尼讲：耶和华的神要点入伊，就是智慧甲聪明的神，计划甲能力的神，知识甲敬畏耶和华的神。上帝的卜当然有圣神甲伊伫地，伫伊内心当然有圣神的内住。伊圣经内底甲咱讲，这个弥赛亚伊内面有耶和华的神甲迄三个伫地，所以咱看到先知以赛亚安怎形容这个弥赛亚呢？上要紧的，这个弥赛亚伊有上帝的神伫地。伊圣经内底讲，耶和华神要甲伊伫地，当上帝的神甲伊伫地，充满着智慧甲规律。所以圣经内底描写亚瑟的根，第一个描写是神，就是属上帝的百姓，爱知伊的，是毋是伊的内心有上帝的神甲伊伫地？所以了解，咱才受上帝敬调的儿女，咱上爱知伊的就是，伫咱的内面，上帝的神有甲咱伫地无？咱有惊你歹抵到上帝厌恶咱、离开咱，所以咱来不辞伫追求圣神的同在、圣神的规律，阿们。所以通过你的灵修，通过你的读圣经中间，去领受上帝甲你伫地的启示。而且，你讲到这个神，亲像金灯台有7支
顶代共款。上中的是耶和华的神，内面有智慧甲聪明的神。而这中以外围的一两有智慧的能力的神，谋略甲能力的神。上外面就是知识甲敬畏耶和华的神。另外这，咱的诚做基督徒，咱若无知识甲敬畏耶和华的神伫咱的中间，也是讲咱的内面若无对内面无都彰显出咱对上帝敬畏的态度甲生命，咱的行为若是懒散、放纵，无都显出对上帝敬畏的心，安尼，就真枉然咱做一个基督徒。所以了解基督徒的外表看起来真很好，真老实，你内心毋是真欠缺，就是伫咱内面有上帝的神，有上帝予的能力、智慧，互咱伫咱内面有上帝手术者的特色伫咱的中间，互咱行伫上帝看做正直对的路来行。所以另外这，请咱会记住，头牧师讲的，爱行伫上帝看做好搁正直的路来行，毋是咱家己看做好搁正直的路，是上帝看做好搁正直的路来行。所以另外这，伫个七顶台中间，上中就是耶和华上帝，也是弥赛亚的神。所以咱的生命内底，咱也常常尊主做大，逐项拢爱想着上帝的教示。所以敬畏甲知识是咧正做咱信上帝的一个外在的特色。所以咱基督徒爱真谨慎咱爱真谨慎咱家己，咱莫互咱的欲望、情欲、放纵抵到咱行伫败坏中间。所以爱常常警醒。伫圣经内底，先知以赛亚，伊是一个，伊讲弥赛亚是一个公义的神。伊对万人事，毋是用外在来看、来判断、来拟断的，伊会有上帝的神的启示。所以，伊是正直的神，伊是公义的神。所以，伊对人的中间，遵着公义的标准来看待人。所以，圣经讲，耶和华看人，毋是亲像人看外貌，耶和华看人是看人的内心。所以，另外这伊圣经内底，以赛亚书第10章第3节到第5节安尼讲，伊要掠敬畏耶和华最欢喜，伊毋是凭目睭所看见来审判。也毋是凭耳讲听见来拟断，伊要用公义审判颂扬人，要用正直拟断世上谦卑的人，用嘴中的管拍世界，用嘴唇的气杀死歹人。公义要做伊的腰带，信心要做伊身躯的带。所以咱通过以赛亚书，咱就知影。伊所描写这弥赛亚，毋是用外在听见的、看见的判断来拟断，伊要用公义，成做伊的腰带；要用信心，成做身躯的带。所以了解，这显出这个弥赛亚是公义的，人甲人中间拢难免
看人的看走精，我就认为这个人真正直，较知影，这个人尾来歪哥，人拢会看走眼，人嘛会听唔到，你听我讲啥？歹势哦，我头仔听唔到呀，咱拢嘛有时啊会听唔到话，有时咱眼见为凭吗？不一定。你看世界真有名的魔术家David， 你看伊变魔术真厚。我会记我细汉看大卫魔术吼，伊会当穿越万里长城，安尼咱变会啦。不过你是不是你看迄个伊的表演，伊的魔术，敢真正伊真厚会穿越万里长城？敢有？无可能嘛！这是真正无伊啊，就影对迄边走过迄边啊。嗨，这都我亲眼看到的，袂骗你啦。你看这魔术就是魔术嘛，什么魔术？就第一句甲你讲啊，魔是啊。魔是咩？假的啦！佮你看较真诶，当然是甲讲，迄一开始就甲讲魔术嘛，伊也无骗你啊，迄是假的啊。但伊较真正会穿越迄个万里长城，迄就是一个技巧啊，不能说的秘密，对不对？讲出来迄无稀奇啊。人讲一句话啊，江湖一点骨，讲破无简单。当然，伊袂甲伊讲破啊，对不对？讲破伊也要算，伊也要趁啥，对不对？伊都靠这专辑啊，所以就这咱看到，伫人的耳孔，伫人目睭，听到的、看到的，无一定是真，甚至互家己的目睭骗过嘛，无的确。就是头仔讲的大卫魔术，就是安尼。所以咱看到以赛亚，伊继续提到这个以赛亚。以赛亚提到以赛亚讲这个是以色列的救主，是一个公义正直的审判者。伊治理以赛亚的国度，伊治理这个以赛亚国度有两个特色。第一特色，无凭目睭所看见的来审判，无凭耳孔听来念断。伊看一切，洞察一切。伊知影万人心中咧想啥，这比赛啊，伊来是要诚做拯救，伊来要执政来将你王权，但是伊的王权毋是咱看到世间国度的王权，咱是看袂到的王权。伊要用智慧行事，伊要行公平公义。所以世间任何的君王、任何的总统，拢无法度亲像这个弥赛亚同款，有具备这个洞察的公义的心。伊无法度亲像弥赛亚会当洞察人心。所以这个弥赛亚是专知专能的神。所以以赛亚书伊所讲的这个弥赛亚，伊的治理是超越所有的王。所以了这咱知影，当时南犹大国家互外国的国家势力包围。迄当时南犹大国家上需要就是上帝公义。总是呢，真可惜。迄当时南犹大国家的百姓，真侪人行入无公义的事顶悬，行入贪婪、暴力，行无正当的事。因的行为拢偏离上帝真理的价值，因的行代志拢是行伫偏离正直的路，因欠缺正直的品格，因欠缺对上帝的信心，所以伊拢用家己的手头、家己的能力真歪会当歪，真贪会当贪，因就是对上帝无够也信心。来挖靠，因看俗世价值，
赢过对上帝挖靠。所以有时阵，真侪人伫迄世界诱惑中间，用尽所有的不择手段，就是要掌握手头的权甲钱。为什么？对上帝无信心，伊无相信伊坚持的真理、坚持的公义、坚持信仰的价值，会带予伊上帝的祝福，超过伊所掌握的。所以，伊对上帝无信心，就用所有的权势来掠条遮的金钱、财宝甲权利。而且，因宁愿做遮的道德违反道德的、昧着良心的无公义的钱财，却无愿意倚靠上帝得到清白的名声。而且，互我想到，到目前为止，咱台湾所有的政治人物中间，值得我敬佩。所有的在野党、执政党拢真敬佩人。这人叫做陈定南，这人互人称作陈青天。这陈定南先生，伊捌做到台湾省省长啊，伊捌做过宜兰县县长啊。不过，你敢知影？伊一双下捌穿甲要破，伊一个公事包啊，摕甲寒甲拢溜皮，伊拢无换。伊是所有的政党中间、政治人物中间，人家看做人格者。了解？而且牧师毋是讲对一个政党，我讲这个人的人格。所以咱看到，到当年人伊过世的时阵，一世人两袖清风。为什么？清廉、正直，无摕外国的钱。这是咱逐日去学习的。所以世界的价值观已经拢偏离啊！人讲笑贫不笑娼，笑你上颂庸，无笑你做穷气啊！这就是道德观的偏差。那假使当时的犹太百姓要得到要得到上帝的拯救，因必须要对国家、对百姓放下自私的行达。因若佮继续伫迄自私的地步，上帝的确审判临到伫遐个百姓。亲像咱头仔圣经讲的，迄斩断树头的迄人，就是上帝。上帝要甲迄个犹太国家的树头斩断。上帝要甲世间人当时看做真强势的、真强国家真强的亚述帝国来亲像双手来斩断，互伊永远拢徛袂起来。这是咱看到上帝怎样严严对待犹太国家，对待着亚述帝国，总是伫上帝严中间，犹原会通看到上帝之爱。伊犯罪中间，上帝犹原施了伊的恩典伫伊百姓顶悬。所以咱看到上帝毋是甲当时的犹太国家所有的百姓做灭，伊阁有留一寡百姓伫咧。这个留一寡百姓，就是犹太国家一个一线生机渔民村的百姓，无做灭，无当子孙阁有留一寡百姓。所以了解，先知以赛亚讲，这个弥赛亚要伫树头中间布一个神意，这个神意就是弥赛亚。这个弥赛亚，伊要伫这个树头中间，比原来的树较大丛，要比原来的结的果子较侪。为什么？伊行伫上帝看做正直的
道路。这比赛啊，有上帝的生甲伫地。所以圣经内底，咱看到豺狼甲绵羊三较大，霸甲山羊啊三较倒，牛甲细只狮，甲肥的猩猩，甲上细汉的囡仔要牵伊。牛甲熊要三较只，因的囡仔三较倒的，狮要食草，亲像牛。第或者，伫这经文中间，你看到豺狼、霸甲狮、甲熊，拢是头啊！我讲过，拢是食肉，而且性地真冷、真歹的动物。等到伫经文中间，绵羊啊、山羊啊、牛啊，这拢是食草的，咱这个性种真温顺的。这两种动物放做伙会安怎呢？若照人的常识，就温死无活的啊！种是为什么上帝甲这两种动物放伫做伙呢？这羊啊、山羊啊、牛啊，伫这凶恶的动物的面前，就诚做这动物的食物啊。为什么会放做伙？另外这是一个比喻。熊、霸、豺狼是食肉，性地真凶恶。这会当形容什么？会当看到亲像社会人共款，是一个人食人的社会，敢毋是？若讲你若较软食的、较故意的，人食你够，对毋对？有时为了家庭的财产啊，你较袂晓争取的，为人啊，连你的份来福利，会袂？会，这就是人食人的世界。这个社会就是像豺狼、霸甲狮共款，每一个人真凶恶，总是这个显出人的自私的本性。也因为呢，人因为这自私的本性凶恶，造成人甲人中间有安那冤仇、激动、凶恶、相杀，不断啊，伫这咱的社会发生。这代志拢是上帝看出来。颠倒变讲，伊经文中间咧讲的绵羊啊、山羊啊、牛啊，这个个性拢是真温顺。甚至这绵羊啊、山羊啊，拢是还未大汉的动物，伊阁也无法度自我保护家己安全，怎样会让甲这个凶恶的动物斗阵呢？咱阁继续看，伊咧经文中间咧讲到，食你的囡仔要佚佗伫恶蛇的窗口，长你的囡仔要下手伫毒蛇的下。哇！你看了这经文，你会惊死。你若有饲过囡仔，迄囡仔食你的囡仔要生伫恶蛇的窗口中间，迄足危险的。了解？咱做过爸母拢知影，囡仔伫耍环境中间，你拢不时目睭啊，爱看伊有安全无？甲恁讲一个小故事。一两个月前，我带上阮去全联买物件。我甲伊讲，我姊伫遮等爸爸，爸爸去摕一个便当就随出来。结果我想去摕便当，我是买便当袂去摕走，去后一站了转来，买后一站买面包啊，面包买，我便当咧，年纪愈来愈大吼，记伫来。袂去摕便当，我倒头要摕便当，头家讲你的便当是啥？我贪了一时的方便，我甲囡仔讲，伊徛伫涂骹吼，讲你等爸爸去摕便当随出来，咱就要倒来厝食饭。等我出来时阵，囡仔伊对点知？囡仔伫涂骹，伊
伊身躯顶缀着一只奥多麦。我看者惊着，哭甲妈妈吼。我想讲伊涂骹有甲讲要等我，无想到伊会家己爬去机车顶悬。你毋知？我甲抱起来的时阵，伊妈妈喊我甲打下，伊甲我讲啥呢？没事了，没事了。伊甲我讲没事了，没事。毋知是我安慰伊，还是伊安慰我？了解，咱要顾囡仔安全，咱伫厝中间拢会咧倒角吼，搭迄个防护条，也是伫门边有搭啥物，防止伊卡撞着卡着。甚至上阮咧学行的时阵，我甲专工啊买一个迄个泡棉的安全帽无，甲绑的行路时跋倒袂磕着底啊，然后甲迄上面翕起来上网 FB 吼。人咧甲我笑，免啦，囡仔免顾甲安尼啦吼，佮甲买安全无？讲我安全啊，了解。你看一个囡仔，食年的囡仔，长年的囡仔，既然互伊放伫一个独绝的窗口，还是蛇的顶悬，了解这种惊，总是为什么圣经会讲呢？了解你来看，伊圣经第9节讲。伫我圣山的遍地，的确无损害，无陷害，因为日捌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地上，亲像水满地洋海。所以了解，伫上帝圣山，伫弥赛亚和平的阮三个伫地时，伊伫你的面，无任何伤害的物甲环境来伤害人。代表伫上帝的国度中间充满着和平，充满着安全，人无搁需要为着惊吓、凶恶来提心吊胆。伫上帝国度中间充满了平安，所以迄个平安亲像洋海共款，真平静安稳。所以了解，咱看到伫弥赛亚伫你下面。原本凶恶动物要甲温顺的动物相甲斗阵，代表凶恶动物已经改变伊凶恶的习惯、个性。食恁的囡仔会当伫蛇的窗口佚佗，代表虾拢无成做囡仔的威胁，互囡仔伫遐有平安。所以了解咱看到，迄个凶恶的动物该食做。像牛共款食草，代表啥物？伊无够凶恶。你伫咱的世界咧生活的时阵，你的身躯边有一寡凶恶的人，对不对？有人看你软正，有人看你好欺负，要安那？人讲啊，迄个我用讲袂惯，就是讲，亲像安尼软土深骨，对不对？总是伫耶和华伫弥赛亚的治理的中间。迄个凶恶的，拢要转性，拢要成做和睦的人、温顺的人，代表这个人的悔改，对不对？所以了解，咱看到弥赛亚的治理的国度中间，代表上帝的气力，耶稣基督的能力，会当改变一切自然界咱所看得到的主角。上帝甲凶恶的环境转变，成做平静的洋海，代表迄个所在是平安的。阿们。所以了解咱看到，伫弥赛亚治理的国度是充满着平静、万美、和谐的处境。所以了解，咱咧讲到这个社会是人食人的世代。当弥赛亚临到，当福音临到伫台湾这个社会，迄个原本凶恶的、要吞食落腹的人，伊要转性，改做食草，改做一个温顺的人。代表这个凶恶的人，伊无够凶恶，伊成做温顺的人。代表上帝改变伊的生命。同款，上帝嘛改变咱处理这危险的环境的中间。成做平安的，阿们。所以了解，当时犹大国
充满着四围国家要甲伊吞食落肉的危险的事，因敢是毋茫即个威胁凶恶会当改变，成做平安啊！互因的国家无陷落伫互吞食、落伫战争的危险。所以了解，咱看到，咱的生活有平安无？你有对主的领受平安无？有无啦？我错一个，敢若无？有，你有领受对主的领受平安？你有期待真济即个教会为受外的百姓，当因受人困着，当因拄着前无路、退无步迄个处境的危机的时阵，因敢是要想象要得到迄个平安？是啊，就是伊要安怎得到伊甲咱同款的平安，就是咱将福音传互伊，互伊领受迄个福音安怎，当领受上帝互伊的救恩的祝福，阿门。所以咱看到世间人因用所有的方法去超找因所期待的平安。因去超找庙里，人用手雕刻偶像来超找平安。因去庙里创啊，毋是食饱烧营呢。因就是要超找出甲咱同款的平安，只不过伊是找毋到路，找毋到方法啦。所以因见毋到路，见毋到方法，做毋到方法时，咱这因行到方法，找到行到路，找到方法的人，咱就安那爱有这个责任。把迄个迷途的人重新带倒来到上帝看做正道的路，互因领受甲咱做伙的平安，阿门。所以了解，伫这大港节第4主日，咱除了用欢喜的心来迎接纪念主耶稣诞生的这个救恩，咱嘛会当自我勉励。25年，咱会当做伙来努力，以咱的福音的运动中间来继续引带更较侪人伫迷途的情境中，伫危险的中间，互因找到平安。阿门。这就是弥赛亚降临的毋茫。咱大家同心来祈祷，主，我感谢你。伫世间人真侪人超找出找袂到平安，因用各种的毋对的方式来超找，各种咸对的路来超找因所期待平安。总是这个努力，互因正做白做工。主啊，当我即群受恩的囝儿，阮已经找到路，找到方法。来得到主你手术，互阮救恩的平安。恳求你帮助阮，互阮有同款的疼心甲使命，来帮助遐个还未得到的兄弟得到，互因甲阮同心领受主你手术的祝福。愿上帝你是阮带领，听阮祈祷，奉耶稣名求。阿门。这是咱的因奉献回应诗。神圣诗64首，世间万有未成，迄时圣囝甲爸同徛起。阿里法阿里加是伊，伊是原始甲终止，现在过去未来属伊，伊永远无始无终，永远到永远无穷。这首诗歌咱毋捌吟过，咱第一遍吟，请咱起立来吟全首4节。Go
请坐。这个时咱时间的关系，咱国道请先了，咱这个时来奉献。这是咱起立来吟奉献的诗歌。天父，阮的上帝，你的正义路到你的圣殿，检探白白无奉献。阮的地位无论悬甲低，阮的薪水无论少甲济，愿阮每一个人拢会当忠诚奉献，互主你通欢喜，互阮一切的生活会当完全信靠你。阮当奉献是担保，求主感动阮所献，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来吟祝福车客的诗歌，圣诗392首。咱同心来领受对上帝遐祝福。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的上帝听痛，圣神的相通，甲咱众人三下伫地，伫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咱第一场的聚会，所有的听众到这，咱热岛闭会。